各位兄姐，平安，这点一万心在今日的敬拜。我要一世人摇花吟诗，我摇我的词，免我的上帝唱歌学乐，愿意了我的静静想做合意。我要因为摇花欢喜，愿一人对世情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神啊，就学乐摇花，恁就学乐摇花。这条咱三个来念圣诗，圣诗第170首。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恳求圣神感动阮心，目睭灵力极深，你做先知，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恳求圣神感动阮心，目睭灵力极深，你做先知，热情源头，互我经验会到。在圣神感动先知，所写对你启示，求你指示开条真理，生命圣经意义。诚心亲像枝仔提示，互阮无人迷人，心心无憾，时常行遐，使阮光明安定。主若做阮心内坚定，对你话的知明，地上声动就出大声，保佑天顶会听。阿门。这条咱由原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之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食这种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日死埋葬大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下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列肉体高活，永远的华名。阿门。谢谢。
下面启应，咱刚才看的所在启应文33篇，启应文33篇，或者是记载诗篇139，启应文33篇，诗篇139。显着我来启应，上主啊，你有感触我、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前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拢嘛知。上主啊，我还未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在万遐尔奇妙，遐尔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得壁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出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落伫遐。你的手嘛会隐藏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压榨。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尔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计。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考验我，在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点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一直以来，你就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你也掌管阮生命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面向。你也掌管阮即时的处境，阮生命的过去、现在、甲将来。主啊，这个时阵，当阮面对疫情搁较严重的时阵，阮相信是主你的旨意在运行，但是求你除去阮心内的惊吓甲不安。因为你的平安要临到每一个人，因为你应允你的百姓要带着平安安稳的徛所，所以我若要为着感染的、离居家隔离的家属、甲医护人员来祈祷，不管伫厝里还是伫病院，你拢互因经历过安息的稳定，甲全面的医治，来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永远实行主爱，医治百姓，拯救阮的城市。天父上帝，我若要感谢你，你透过你美好的旨意，通过圣耶稣的救赎，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也通过圣灵保惠师的引带，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互阮行伫你的道路上，来求圣灵充满阮。互阮的生命可得到更新甲改变，尤其是这个艰难的时刻，迫切圣灵的领导，因为你的降临，才会当拯救所有受祝福的人。也求你帮助阮不断的倚靠你，试着来为你做见证。享受平安，正做阮患难中亦是帮助的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找找平安。赐阮坚定的信心，相信你甲阮同在，也必定带领阮经过疫情的风波，赐予阮怜悯的爱心，帮助阮断绝一切的论断。借着这届转移的疫情，互阮全人类体会到，只有心存敬畏上帝的信心，怜悯人爱心。这会为着人类的生存甲有限的管理来受做个，阮才会当伫平安和谐中来共存。恳求怜悯人的上帝，垂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听者，
咱你下面请献乐队。下面，咱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要看的所在有两位，第一位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21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21节。第二位是《罗马书》第8章22节到27节，《罗马书》第8章22节到27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21节记载的话本164页，现代中文译本186页，标的汉语本是135页。显着我来答。乌孙节的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在围景的厝。就有着分开的纸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纸，吊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则开嘴讲别样的腔口，是照圣神所想事因讲的。于是有启程犹太人对天的逐国来的，带离耶路撒冷，这个声一落去，众人聚集纷纷乱乱，因为逐人听见因照因家己的土腔来讲，就拢妄影奇怪讲，你看，这个在讲的，敢无一概是家己的人吗？怎样听因讲，照咱逐人所出世的土腔啊？咱这帕提亚人、米泰人、伊兰人，甲踮伫米索不大米、犹太、
甲加帕多、本都、甲阿西亚，13，女学家甲班菲利亚、埃及、经过古利兰的努比亚，这个地方的人以及对罗马来的出外人，为是犹太人，为是犹太教的人，高丽底人、阿拉伯人，拢听因用咱的腔口来讲上帝的道事，就拢戆影丢毒三角讲，这什么意思？要别人起笑因讲，因是恁新酒的罪得罪，总是彼得甲11个信徒徛伫大声甲因讲，犹太人甲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百姓，你着知即个，也着注意听我的话。即个人毋是酒醉，亲像恁所拍算，因为即点才拄则点播9点钟，这就是托先知用伊所讲的，讲上帝讲，伫落尾的时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凡见人从体的，恁的后生，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的老人要得到灵望。伫遐个日，我也要用我的神降落伫我的奴仆女边，因也要做先知来讲。顶面伫天呢，我要显出意思；下面伫地呢，我要显出神迹，就是火加火加烟雾。日要变做暗，月要变做火。伫主大个影响的日，未到会大声，搁若见求叫主的名呢？会得到救。第二个所在，记载于罗马书8章20甲27节，和合本218页，现代中文译本242页，特别汉语本178页。现着过来读，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也咧三角土开苦痛。毋但安尼，就咱本身得到圣神头水的果子咧，也心内家己吐开。咱天后设立的做囝，就是咱的身躯的赎回。因为咱得救是对五万，若是已经看见的五万，毋是五万。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五万伊，独独咱若五万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论天后。个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来讲出的土气替咱求，讲出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以上下面讲到，即咱牧师咧讲到的题目是当圣神。当圣灵伫咱的当中吐开，请牧师。亲爱的姊妹平安，请咱同齐靠头来祈祷，请阮阿宝贝上帝，即是阮人基督人的道。伫敬拜，因为敬拜毋是伫一个所在才会使。阮相信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伫阮每一个人伫倒落，的确你就伫倒落，用安尼的心，阮来敬拜。用安尼的心，阮来听你的话，要真做听话的囝儿，听明白，去行，真做互你欢喜的囝儿。恳求圣神甲阮伫地，互阮每一个人听了明白。知影要安怎去行，嘛有气力会当去行。阮安尼祈祷，是望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是第二个礼拜，咱用录影的方式，伫每一个人，你会当伫个所在，就是家己的厝来同齐做礼拜，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亲爱兄弟，这礼拜你敢有平安？请做一个基督徒，请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相信对耶稣也得到耶稣所享受的平安。不管拄着什么困难，不管拄着什么代志，虽讲咱互人限制出去的事，虽讲咱拄着这个大的疫情，总是咱知对耶稣基督所享受咱的平安袂无去，因为咱原来确实直到咱的生活是有困难的，直到咱的生活，咱的人生是有毋茫。每一年，咱共款照这期来行，来感受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的时，伊所过的日，也阁有伊甲咱，互咱的家是亲像，这拢是伊互学生的家是同款。今仔日咱诚做圣神降临节的礼拜，由原咱也是用代表性，用红色来诚做一个纪念，一个提醒。圣神的降临对咱来讲，敢若是做青春呢，其实是袂青春，因为伊就伫咱的生命内面。做是每一届伫咱的生活，平常的生活内面，咱也无真正去体会、去回想，咱会常常想讲，是安怎会无感受到圣神？圣神敢真正伫我的生命内面？圣神敢真正有甲我伫咧？所以每一届圣神降临节的礼拜，咱诚做一个提醒。圣神是啥物？圣神是为什么爱降临？当耶稣一直去甲伊的学生讲，伊就要离开。伊讲伊离开了后，会赏赐一个保惠师，就是守护者、保惠师、训慰者、守护者。伊讲这个保惠师会来到学生的中间，甲因提醒，会甲因带。因为耶稣讲，因当伊离开因了后，伊就袂甲因斗阵，总是圣神会甲因斗阵。所以耶稣甲伊学生讲，圣神来，伊会永远甲恁带。伊嘛会提醒，互你会记哩我甲恁讲的话，也阁有要甲我做见证。这真做一个记号，互学生知影。耶稣因的老师离开了后，毋是完全无去咯，迄是一个会续落来的记号，诚做耶稣所讲的是真的。当耶稣死过后，甲因的学生见面的时，伊有缘嘛是安尼甲因讲，会有圣神，互你。你毋好离开，就爱领受圣神。当圣神伫恁的心中，恁就会有快乐，会有快乐。做啥物呢？会有快乐。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做见证。这是耶稣一直甲伊学生所讲的，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按天后地所应允的。就是我所甲恁讲的，圣神的临在，恁就听候。
所以当耶稣的学生聚集伫五旬节的时，因祈祷因听候，毋知影定是会来。因伫听候耶稣的应允，因伫听候圣时。圣经甲咱讲，当迄时因聚集伫遐的是啥物人聚集的？耶稣的学生聚集，听候圣神的人聚集，祈祷的人聚集，到耶路撒冷要来朝拜上帝的人聚集。当迄个时，圣神充满伫因的中间，圣神所赐的口才，互因讲起别国的话，就是用因所听见、知影的土腔，因家己的话语，因所听的是安尼。迄是真做一个困难、能力，本来因所无的，圣神降落的是因真做有。这个人听见，这个人是啥物人咧？使徒行传甲咱讲，这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有的是本来是犹太人的，有的是入犹太教的。因拢是拢总聚集伫遐一个目的，就是因伫耶路撒冷要来朝拜上帝。有知影爱听候圣神的人，有要来朝拜上帝的人。所以这群人，因受圣神的时，伊所看见的迄个神业，是真做伫一个前提下面，就是因拢是要来朝见上帝，要来敬拜上帝。因知影伊是上帝百姓，因认上帝真做因的上帝。是安尼的人，因受着圣神。对遮，咱会当去想着，当耶稣受洗礼的时阵，圣神亲像子啊降临伊的身上。咱知原来伫上帝百姓，属伫上帝，就会有圣神伫的生命内面。咱来看咱家己，我是上帝的囝儿。我是上帝的百姓，我真做一个受洗礼的基督徒。圣神伫我的心中，亲像耶稣受洗礼时，圣神亲像子啊降临。这是一个根据。当五旬节的时，这个圣神的降临，毋单是伫个人啊，是伫团体内面，是伫所有的。知影家己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内面，因拢有一件代志，就是我要来见上帝，我来朝拜上帝，我是上帝的人。所以当圣神降临的是因看见的神业，就真做一个因普通时拢想袂到的。我竟然对逐所在来，我有我的语言，你有你的语言，咱竟然会当同齐听到上帝的代志，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透过耶稣的学生的嘴所讲出来。咱想，这是耶稣的学生用无共款的口口来讲吗？的确，咱想不是，是听见的人，因嘛受到圣神的降临伫因的心中，互因听见上帝的声。互因听见上帝的旨意，互因知影这是上帝的代志，甲耶稣基督的教训，规个连做伙的时阵知影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人，是对上帝遐来的。伊所讲的是上帝的旨意，圣神降临伫这个中间，互人知影耶稣是真的。是对上帝而来的，亲像伊活的时所讲，耶稣死过活，毋是所有的人拢看到。就是即马受圣神感动的人，因听见家己的胸口，我会听见上帝的
知影耶稣的代志的人，因拢见证着上帝和耶稣国活，因为耶稣所讲的真做真的。圣神为着耶稣来做见证，亲像耶稣甲学生讲，圣神来要教你永远大，要提醒你，要互你有快乐，要互你会记得我甲恁讲的话，要互你为着我来做见证。伊家己嘛要真做耶稣的见证。圣神的临在是有安尼的意义。跟保罗伫讲圣神的事，伊的体会佫无共款。保罗伫讲的是，伊是讲圣神的临在，这个快乐是真做互人会当脱离迄个家己所无法度脱离的、受苦的、受到挫折的。直到人要安怎感受到圣神？互人有安尼的过程。今日的圣经甲咱讲的是，圣神会透过偷窥来祈祷，用人所无法度表达的语言来祈祷。这是真做保罗伊对圣神的看见，伊对圣神的看见是，圣神是为着人祈祷的圣神。这个耶稣所讲的，敢若无相共。耶稣无甲学生讲，圣神是会为着人祈祷，总是伫保罗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伊伫做见证的过程，伊确确实实对圣神遐所享受的快乐，伊去感受着，伊享悟着，圣神是照上帝旨意。为着人祈祷的，这个看起来，互人佫较毋茫啊。原来当我伫传福音的时，原来当我伫面对着这个世间的苦难的时，当我无法度来祈祷的时，有一个保惠师、安慰者来为着我祈祷，伫上帝面头前。甲我的祈祷完全传达互我的爸上帝了。这个圣神的偷窥，伫使徒行传内面所讲到的这个偷窥，是伫描写以色列人受着艰苦的时，伫埃及的时。因的祈祷，因祈祷，因的疼，因的目屎，上帝听见。对出埃及记所描写这个祈祷，以色列人因的祈祷，真做一个害惨的祈祷，害惨的祈祷。害惨，咱就想着这个人做痛苦的，这个人是无法度的，是无快乐的，这个人的确是感受到我就要死了，害惨。以色列人会害惨到上帝遐。使徒行传来形容这个害惨，亲像土大开。当圣神若是用这个害惨，用土大开的这个形态来到上帝面头前时，迄就亲像以色列人的害惨到上帝面头前。人的祈祷，直到无法度为着家己祈祷嘛，讲袂出来的事，只有土大开。迄是艰苦，迄是无法度的。圣神为着人的这个土大，
这个海产，这个无法度，这个无快乐，这个痛痛，规个拢总到上帝面头前，照上帝旨意讨大开。上帝就对这个讨大开的中间，听见人的海产。对这个讨大开的中间，听见人的需要，这个需要，这个痛苦，爱用什么来病，爱用什么来安慰呢？圣神就互人去感受到耶稣所传达的上帝旨意，就是平安。我是恁的爸，恁就平安。平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互人的是平安，互人袂得到迄个世间所讲的平安啊，平安啊，迄是无共款的。耶稣讲，我所享受的平安，甲世间所互恁的平安是无共的，迄是无人会当抢去。当咱无法度祈祷的时，当咱受到困苦的时，无法度脱离的时，就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迄个所在，因所受的痛痛是共款的。因的心无望，咱犹原嘛是会有安尼的时，亲像即马拄着疫情，咱的心嘛是安尼。咱嘛定定的想，咱就来祈祷。做是伫祈祷的时，咱嘛会想要安怎祈祷才好咧？是要求上帝甲这个瘟疫、这个病毒消灭吗？也是爱安怎祈祷才好咧？是安怎上帝无安尼做，无安尼做咧？咱只有用咱有限的想象、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想法来祈祷，做是只会无够。袂当完全来表达上帝要互伊的百姓、互伊的囝儿的福气，所以圣神会透过讨大开，甲人会无完全的言语表达，完完全全来到上帝面头前来表达，才搁甲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享受人的平安来提醒人。有平安，因为恁有上帝。耶稣基督已经讲过，已经应允。这是圣神降临，真正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生活内面，活活的见证。真做互咱知影，咱毋是孤单的，咱毋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咱嘛毋是一个团体去面对，遐个无看见。保罗甲咱讲，面对着迄个无看见的，毋茫就爱用圣神互咱的快乐去听候去面对。迄个看见的，用世间的角度，用世间的方式；迄个无看见的咧，咱毋茫这个疫情过去，这是无看到，是看袂见。咱爱用安怎的心呢？咱就要用另外一个心，用的是上帝。所透过耶稣基督，互咱的迄个平安来面对这个过程，面对这个痛苦，面对这个无法度脱离的苦境。圣神的讨开，亲像以色列人海产的讨开，透过这个讨开。当圣神安尼来祈祷的时，上帝就会讲：我听见我的百姓的海产，我要救因脱离这个无望的情形，无望的生活。伊就拣选摩西来成做伊的使者。所以咱知影，当圣神用讨开
来祈祷的时，的确上帝作为就出现啦，上帝行动就出现啦，迄个就是救赎，迄个就是脱离，互人脱离迄个艰苦，脱离迄个无法度，脱离迄个苦，脱离死亡。这两天，当我行伫街路的时，看见街路顶面人变少，日时所看见的人，我所想到的是两款，一个是爱去上班的，一个是爱买菜。这个人是无法度完全所有的时间拢住伫厝内面。因出来的是，因的心的确是无平安的，是惊吓，行的经过的所在，拄到的人，唔知影这个人是有病还是无病。我甲伊拄到，唔知影会互人传染着。迄个无平安，嘛亲像风伫咱的身躯边。第四，那个不安的感觉像风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缠绕着我们，在空气当中弥漫着。那是看不见的，可是它是存在着。它抓紧了人的心，让人的心完全的不安。人甲人中间。会讲平安，会讲你今日好无？你食饱未？安尼的敲招呼已经无啊。伫路仔顶听袂到这个声，敢若拢无远望，空空的街路，无车，亲像空声，空空的所在，咱就想到。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死城。当你行伫安尼的街路的时，你所想到的是死亡是不是就要来啊？我敢会得着救？我行伫迄个所在，行伫街路顶，我伫想，什么事咱才会当经过？台湾是。今年咱这个事才去拄着，做是去年这个疫情开始的时阵，伫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国家，慢慢啊一直来、拢无停止的是，因比咱搁较早就去感受到这个不安、这个无平安，比咱较早就去感受到这个死亡伫因的身躯边。咱即马伫拄着这个，甲因是共款。世间的人拄着的困难，拄着的无平安，拄着的苦境，拄着想要脱离的，拢总是共款的，是见甲慢尔。咱拢爱面对着我的性命，到上尾的时，我回头去看我进前安怎活的，未来我若是阁有性命，我要安怎活？当遐个虔诚的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因所做的是一件代志，因朝拜上帝，因是有目标伫做一件代志。亲兄弟，咱的在你面对着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有安尼朝拜上帝，共一个目标？当咱面对着这个不安、这个无平安。这个惊吓的过程的是，咱敢有想到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敢有想到圣神甲咱大无离开，咱敢有想到咱比别人有更较多会较实。你敢有想起耶稣基督所讲，我互你的平安，甲世间的是无同。圣神的临在是互人有
起耶稣所讲，将做上帝旨意，降临伫伊的百姓、伊的囝儿的生活、性命内面，将做这个平安。这个平安是将做上帝讲，我甲你斗阵，你毋免惊，你毋免惊，我甲你斗阵，我是你的爸，我是你的上帝。你的性命是我所守护的，你的性命是我所保护。你毋免惊，你就平平安安。现实的困难、心业，毋是听见别人讲我的口腔，毋是安尼尔。迄个过程上重要目的是因听见耶稣基督教训，因听见上帝的代志咯。圣神的降临，互人用因的口腔所听到的，是为着听到上帝的声。当今仔日，咱用圣神降临的礼拜时，咱犹原嘛是爱安尼相信，嘛是爱安尼听。你敢有听见圣神为着你讨大？当我行入基督的时阵，我的心无平安，我问上帝讲：什么事才会过去？什么事才会过去？拢总无啥会过路，行咧行咧。我刚刚听到一声做大声，做大声，其实是做细声对我的心内面所透出来的声，迄个是一个讨大贵的声，讨大贵的声。我想到这个是圣神的祈祷。当我毋知影要安怎祈祷的时阵，亲像保罗所讲，圣神就伫人的软弱的顶面，为着人来讨大。圣神为着我行伫过路的不安来祈祷。迄当阵只有我一个人，我嘛毋是行要去做礼拜的路上，毋是，我只是徛伫遐，行伫遐，伫想。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代志，伫上帝眼中是真做什么款？真做上帝的儿，真做一个牧师，真做一个基督徒，我应该爱做什么？我会当做什么？去感受人的感受，去感受人的无平安。刷落来，上帝互我听见的是圣神的讨大贵啊！迄时平安。亲像对外口入来到我的内面，伫我的心肝头搁透出来。我感受到耶稣所互发生的，我互恁的平安是世间无会当摕去。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过程。伫我一个人徛伫的所在，我会当听见圣神为着我来讨大。亲爱兄弟，当你伫你徛伫的所在，你坐伫的所在，你伫遐的迄个所在，有圣神为着你来讨大开。伫你、伫我、伫伊，每一个上帝子儿，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是犹太教的。因听见圣神所做的大代志，咱犹原嘛是会当听见圣神的讨大开，听见圣神的讨大开，伫你的所在，到伊的所在，到我的所在。这个所在，真正毋是伫住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尔。是伫所有的所在，亲像耶稣所讲的，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有上
伫地个所在，拢有圣神伫好大开的基督。迄个真正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伫上帝的面头前，迄个是上帝国。透过圣神，咱连接伫所有的所在，真做一个所在。伫你的所在，我的所在，真做一个所在，就是伫上帝面头前，是伫上帝国，是伫上帝目睭内，是伫上帝眼中。安尼大代志，毋是听见讲先知的话，安尼，毋是听见我的吐腔，你的吐腔，安尼的事业，毋是。圣神的降临，真正是互人知影有平安，对耶稣基督遐，对上帝遐所行事。亲爱的，咱每一个人拢知影，这个是确实，总是要安怎伫咱的生活中间活出来。你敢有相信耶稣予你的平安，世间无法度抢去？这个疫情袂甲你抢去。你敢有相信你徛伫所在，你伫遐的迄个所在有圣神？你敢有相信上帝听见圣神的祈祷？你敢有相信上帝甲你伫地？若是有，安尼，迄个就是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圣神的临在，圣神的临在，是负面的人，信上帝，无信上帝，因的确毋知影有安尼确实，因毋知影会当。安尼来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总是咱知，咱会当真做为着人祈祷的人，咱会当真做一个最变情的人，咱会当甲因讲有圣神，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讲过了。咱会当为着因祈祷，嘛为着咱家己祈祷。上重要是。咱爱相信，相信圣神伫咱的中间好大开，圣神伫咱的中间，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来求讨，圣神真做耶稣基督，互咱的平安会确实坚固。这是咱来听一首诗歌。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耶稣所享受的平安，世间是袂当抢去的。无论拄着什么款境遇，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只要是甲性命有关系的，拢总伫上帝手头，拢总伫上帝的手头。你就平安。咱同齐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所予阮的，透过圣神的感染所提起阮的。阮转来到你的面头前来领受这个完全的福气，就是平安。阮相信这个平安是你甲阮讲，你甲阮伫地，你袂放散阮，你袂甲阮放伫一个无法度平息、无法度活的情形。你知影什么对阮是上好？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阿爸。阮的生活，阮的性命，对以前、即马一直到未来，拢伫你的面头前。因为你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你一直拢伫遐，你一直拢伫咧。阮相信。阮安尼挖苦，阮嘛安尼领受。感谢圣神伫阮的中间来讨开，伫阮的中间来祈祷，互阮确实知影，阮有平安。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的经回应的圣诗341首，圣诗341首。我打全心迫切祈祷，我打全心迫切祈祷，爱得天父大恩，求父在领，带领我的中保，手术即时，伫即时阵。
面我来报道，请咱大家看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日是圣灵降临节礼拜，感谢主伫疫情的期间，透过圣灵的感动，和小会决议，咱礼拜游玩采记录的方式，就是主日上午可能教会咱的群组感谢书会中心谢文老师、济南执事、吴信、吴勇遐的合力录制。愿上帝赐福因所有的现象，为伫耶稣基督内底连接全教会的兄姐，诚心敬拜咱的上帝，来蒙喜乐伊玛的你。第二，目前疫情期间，所有的礼拜加聚会拢暂停无安排探访，牧师要以电话来关心代祷，特别有需求代祷的兄姐，咱请甲牧师联络。过来，咱看倒手边的部分。主日礼拜，主日圣歌的联唱，这摆是早间分享、早间祈祷的拢暂停下礼拜同款，咱2月20点的时间，咱有放迄个录影的方式。过来，圣光事奉的部分，澳洲讲道林牧师，书会济南执事，苏琴谢文老师。咱来看周报后壁，本周的金句，我用华语版加台语版各读一遍。佮性情也亲像安尼夫妻，咱的两者，因为咱唔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监察人的心诶，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罗马书8章26节加27节，华语版。并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8章26节到27节。以上讲道，咱请牧师传来讲道。即马进入讲道的时间，咱同齐祈祷。我的上帝，感谢你，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听见每一个所在，你会听见每一个祈祷。愿
当心伫你面头前恳求你引带我面对这个疫情所爱面对的挑战，互我犹原共款去经过迄个苦痛过程，会当用耶稣基督的心做事。每一个祈祷，我会经过，我即马伫经过；每一个伫你面头前的求祷，我还未求祷，即马要开始求祷。我甲所有这个世界经过这个疫情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心共款，我发出安尼祈祷，发出安尼恳求，求圣神为着我来祈祷，求主，互阮的平安伫阮的中间，互阮看阮的性命甲别人的性命是共款的，互阮面对阮的毋望甲别人的毋望是共款的，互阮诚做一体，共同来面对这个打击，互阮拢总会当得到我。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互阮每一个人毋但顾家己，嘛会当顾别人。互阮毋但看见我是平安的，我是健康的，煞来袂记你别人的身体伫痛痛，袂记你别人因是孤单，无互阮的平安诚多，阮无法度去体贴别人。互阮的平安会当诚做传达你的疼的稳定，互别人，互遐个也毋知影，也袂诚做你的百姓，每一个人拢会当知影，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来得到保守，得到平安，保守这个性命。嘛，互阮每一摆看见有人无去的时，我嘛去想，我还阁伫遮，我应当来做啥？互阮的人生活了，阁较有意义，互阮诚做一个阁较知影要安怎去听，阁较珍惜性命的人，毋是珍惜家己的，是珍惜别人的。亲像耶稣珍惜每一个人的性命共款。互我会当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耶稣的学生。我要为着每一个准备受洗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是阮的教会吹牛节，准备要伫7月的时阵受洗，诚做耶稣的学生，正人面头前来承认。宣告，伊相信，伊是你的查某囝。我毋望迄当时已经会当伫西欧教会这个礼拜堂来诚做一个这个欢喜的代志，伫你的面头前同齐来感谢，来甲恭喜。主恳求你祝福，互这个家庭会当诚做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嘛帮赞所有你家己的教会停止实体礼拜聚会，透过媒体，互人甲人的连结无停止，互人甲人中间的温暖关怀无停止，搁较侪。今仔日若是迄个撒旦要诚做抢去阮遮的关怀甲疼的，用安尼的方式。我就要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连接，我相信的确会当赢过这个事件、这个疫情、这个挑战，因为我知我所袂犯罪，靠着你所想事的，我的确会当做。阿爸，阮的爸。阮的上帝，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永远甲阮伫地，
感谢你平放十万，我安尼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阿门。下面咱三个人上扬390首，上扬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阿罗天父万福本源，关联极大仁爱造成，阿罗耶稣赎我罪犯，罪我永保，将你万贯。唱散了后，咱请牧师祝祷。愿天父上帝会听从，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圣神的同在，甲你伫地，对即时到永世的无煞。阿门。